原來為咗喺倫敦睇日食係可以咁瘋狂噶。試100件英國嘢，第一樣睇近年最壯觀嘅日偏食。嚟到倫敦，我決定試下啲平時喺香港唔會做或者係英國先會遇到嘅嘢。我哋特登今朝早準備咗呢副日食眼鏡，準備陣間就可以欣賞呢個27年1月嘅日食。呢個天文奇觀竟然可以俾我喺呢2年入邊遇到，實在太幸運了。但係更加有趣嘅係，俾我見到英國人係點樣迎接呢件事，點樣為之而瘋狂啊！例如係會有過百人為咗要買一副日食眼鏡，而通宵去排幾個鐘頭嘅隊，甚至係可以炒到100磅一副。而去到現場呢，你又會見到其實未必個個人都會戴晒副眼鏡嚟睇嘅，反而有啲就係拎住杯酒坐低慢慢享受呢個氣氛。有啲人呢又會自己整啲小工具嚟睇啦，有啲人又會好有愛地周圍借自己副眼鏡俾其他人睇日食嘅。但係講真，如果呢件事發生喺香港嘅話，我估我都係嗰種扯關咩事啫，有咩好睇啊？但係嚟到英國之後，見到原來有咁多本地人都會因為呢件咁特別嘅事而興奮，令我覺得既然我都喺度，好似應該要參與下，感受下大家坐埋一齊望住太陽嘅呢一刻。因為話晒到英國下一次再有接近日全食嘅日子呢，就要等到2081年啦。到時我都83歲啦，唔知到時嘅我仲會唔會翻嚟同一個地方再睇一次呢？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。